近年經濟唔係咁好，大家生活得唔係好開心，生活好似落雨天咁沉悶。當我哋揾唔到方向同定位時，只好努力去揾，盡力去做，盡力解決困難，接受現實嘅同時，不妨試下去改變。呢個時候，不妨睇下楊奮斌先生嘅《我的奮鬥史》，佢走過嘅路，我哋模仿唔到，但心態同鬥志值得學習。楊先生經歷過嘅困難，實在難以想像。呢本書係一個農家少年成長同創業嘅故事，亦可以話則寫咗中國同香港幾十年來嘅現代史。對於嗰個年代嘅人，更加係集體回憶。楊奮斌先生1957年出生喺廣東普寧市一個農民家庭，少年時楊家靠勤力慢慢擺脫貧窮，可惜一場突如其來嘅政治風暴令所有嘢超級大禍。1975年反右傾翻案風，各資產階級尾巴運動展開，全國轟轟烈烈搞一場政治活動。喺呢個小村落，楊家成為批鬥目標，佢哋一家被標籤為富戶，走資同右派，家中13隻乳牛同埋奶羊，連同用來運輸嘅單車，通通被充公。一家7口，父母連同5位子女，全部被押上台批鬥，喺全公社10幾萬人面前狠狠地被羞辱。嗰個年代好瘋狂，批鬥時好激進，大家齊齊叫口號，要將楊家政治上掃臭，經濟上整垮，令呢家人永世唔能夠翻身。1975年，楊奮斌未滿18歲，眼見家中所有資產被剝奪，家人日日捱餓，佢只好硬住頭皮，每天向鄉里賒借糧食。佢話：我成日低頭行路，受盡人哋欺壓，過住連狗都不如嘅生活，經常餓到心口痛。佢受過嘅委屈同不公難以想象，政治氣氛扭曲咗人性，瘋狂損人不利己。本來以為充公嘅牛羊供社會好好利用，但事實上唔係。嗰13隻牛羊被投放到公社農場，分開綁喺大石柱邊，幾個月無人養，淨係靠落雨時望天飲水，結果全部瘦到皮包骨，最後活活餓死。楊先生咁樣形容最後一次見到同我感情最好嘅黑白大乳牛，喺極度飢餓，仲被一大堆烏蠅係咁吸血，好痛苦。死之前嘅10幾日，佢望住我，眼淚不停咁流，嗰陣我心如刀割，如被火燒着，對住佢喊咗半個鐘。喺走投無路嘅日子，楊爸爸甚至提議全家人一齊自盡，幸好譬楊媽媽阻止佢，深信只要捱過難關，一定會苦盡甘來，仔女一定有美好嘅將來。為咗生存，1977年19歲嘅楊奮斌決定偷渡來港，同行有哥哥同2個同齡村民，4人都係農家仔，個個精壯有力。但經過5日4夜日藏夜行記行程，最後只有楊奮斌一個人，憑超乎常人嘅體魄同毅力，突圍險境，成功抵港。沿路佢哋同死神擦身而過，為咗避開巡邏士兵嘅追捕，深夜喺千鈞一髮之時，大家齊齊地躲進大古墓入面，喺棺材坑躺低，成功避過士兵。書中咁樣寫，係棺材坑起身嗰陣，我發現坑入面白骨堆積，四周雜草叢生。老實講，若果唔係老天同祖宗保佑，坑入面仲有幾條毒蛇，咁我哋都去晒見閻羅王啦。到咗邊界，我哋同解放軍展開激烈賽跑，結果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游過中英界河，爬過2到2米多高嘅鐵絲網，喺全身皮膚被割爛嘅情況下，贏得了冠軍，安全抵達天堂，在香港展開我人生新嘅一頁。抵港時情緒亢奮，但冷靜下來後，先發現全身皮膚潰爛好嚴重，路上俾茅草、樹枝同鐵絲網割傷。佢食咗消炎藥，到港第4日就興奮地開工，喺大通紙品廠做雜工。呢份係佢喺香港嘅第1份工。不過辛苦偷渡來港，一心要出人頭地，點能滿足於一份工？佢努力儲錢，短短2年後，
1979年底喺元朗開咗間燒臘飯店，日做夜做，每日只瞓4至5個鐘。冇幾耐有熟客將一盤餿水生意頂讓俾佢。呢盤生意好蝦人做，但係就係呢檔生意令到佢突然好有錢。所謂餿水就係廚餘、酒樓、酒店每日剩下嘅隔夜飯菜，又酸又臭，但係養豬嘅最佳飼料。佢實地考察過，計過數，發現利潤好可觀。每桶餿水買入價1蚊，運到新界農場可買11至12蚊。但每桶餿水過百斤重，運輸過程絕對唔簡單。楊奮斌毅然接手呢盤生意，自己做司機，再請咗一個工人幫手搬運。每日喺市區各處收集100多桶餿水，同埋10多籮隔夜麵包，再送到新界各大農場。無論落雨定打風，除咗大年初一，每年開工足足364日。若果工人放假，佢一手一腳頂硬上。做司機兼做埋2個搬運工，呢份工唔係一般人做得到。佢太太的細佬試過嚟做替工，覺得工作非常辛苦，勸佢放棄。如果你再係咁樣做落去，睇怕我會冇咗呢位姐夫。有一次落大雨，工人又請假，佢腸胃出事，不停肚屙，只好將車停喺路邊，睇醫生打針後繼續做，結果都係支持唔住。喺美孚新村搬貨上第2層鐵架時，成個頭插落第1層餿水桶入面，結果大半個頭沾滿污垢。就係嗰陣，有位年輕女仔行過，覺得場面好搞笑，掩住嘴喺咁笑。當下楊奮斌好傷心，同自己發誓，呢一幕我真係一世難忘，我一定要發奮圖強，一定要爭氣出人頭地。嗰幾年佢全身風濕，手指腫脹變形，汗水同雨水長年浸濕，右腳變形，血氣不通，行樓梯經常好痛好痛。不過呢份挑戰人類體能同心理極限的工作，離人好可觀。楊奮斌每日收集餿水同隔夜麵包，每日賺2000幾蚊，好多時月入接近8萬蚊。嗰陣一個銀行分行經理，月薪都係得2、3千蚊。喺努力揾錢嘅同時，佢捉緊機會學習。做餿水生意嘅3年，雖然放工好攰，佢仍然堅持每晚去屯門明愛成人教育中心讀英文，攞到成績優異獎。喺幾百個同學當中，得6個人得獎，佢至今仲珍藏嗰塊獎牌。楊奮斌而家68歲，同齡嘅富豪好多出身良好，受過教育，起點高高在上，但佢由最低點開始，得到嘅所有嘢全靠自己赤手空拳打拼出來。之後佢喺夜校學嘅英文，喺國際貿易市場大派用場。佢開過紙巾製造廠，涉足汽車、機械設備等貿易。由於謙遜誠懇，人緣好，加上眼光獨到，大膽壓住，令生意越做越大。多年來一直係中國最大嘅錳礦供應商之一，仲進出口多種合金，供應俾國內同東南亞嘅工廠同貿易商，賺咗好多錢。80年代開始買賣住宅，跟住2007年開始買鋪位，搭上樓市嘅列車。10幾年前佢仲做埋發展商，夥拍宏安喺公開市場投得地皮，喺沙田馬鞍山起咗2個住宅樓盤，匯晴同匯朗，同埋港島薄扶林道嘅洋房。其中馬鞍山2個樓盤喺升市時買樓，賺咗好幾個億。過去幾十年，楊奮斌熱心公益，喺家鄉同廣西等較落後嘅地區起學校、道路同水利工程，仲攞咗廣東普寧市最高榮譽鐵山蘭花獎。佢仲擔任香港同廣西10幾個社會職務，一直為社會發展出謀獻策。總結佢幾十年行過嘅路，楊奮斌捉緊時機，披荊斬棘，成功克服好多困難，終於爭氣出人頭地啦。佢勉勵大家，如果遇到突如其來好麻煩嘅災難，一下子解決唔到，一定要順其自然，坦然面對，逐步揾方法解決，盡量放鬆自己，免得影響健康。生命誠可貴，健康價更高，大家要共勉。